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手冷。暖阳下，我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。哎呦我的妈！此时已因为操场爱的人生在路上，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，穿越人海，只为与你相拥。此刻已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感同身受，给你救赎热望。此时已因为操场爱的人生在路上，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。哎呦我的妈！来猜猜这个是什么？香蕉、好，那这个呢？苹果、好，那这个呢？是橙子。不对。Oh no！